中越邊境藏住一個被遺忘嘅山水仙境，5日時間帶你闖入廣西最治癒嘅邊境畫卷。德天瀑布係亞洲第一大跨國瀑布，水聲如雷，水霧撲面，對面就係越南。坐竹筏靠近瀑布，感受下咩叫飛流直下3000尺，臥船被譽為人間瑤池，泉水清道見底，魚群游嚟游去，15孔古橋倒映水中，田園風光如詩如畫。喺同那漁軍乘船穿梭安平仙河，奇山秀水，好似走入水墨畫卷。浩君湖嘅藍眼淚藏喺凌雲峰林之間，一年四季綠盈盈，靚到唔捨得眨眼。大石為天坑，世界天坑之最，登上雲海天舟，俯瞰曠世奇觀。德天瀑布旁邊嘅藍洞咖啡，溶洞入面嘆咖啡望瀑布，不知幾寫意。廣西嘅美，去過先知道，名額有限，你仲等緊咩？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